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推薦一套山景房，山林湖小區，裝修3房2衛，49.8萬即可，同小區3房在55到58萬，兩個房間可望江，也算是一線江景房。山水環繞，有一說一，這房子裝修中規中矩，價格確實還是有點優勢的，8萬首付月供1700，也可做零低首付，月供2100。房子產權清晰無抵押，如果你是一次性付款，當天過戶給你。房子裝修也是保養挺好，睇也是不需要重新拆，自家電家私可入住，而且現在送客廳風管機，2個房的空調也是送，度假房首選，周邊配套也是齊全的。鼎湖一實學區房，生活超市菜市場，萬達廣場距離900米，樓下就有公交車站。距離高鐵站20分鐘左右車程，公交車直達樓下。距離鼎湖山也就10分鐘車程，2公里左右的距離，地段是很成熟的，周邊環境對比新區，確實略遜一籌。這期視頻就到這裡。